我也很高兴，我们驻华使馆的有关工作人员也令人高兴的是，但是总体来讲，我们两国关系发展的挺好，成功的举办了两国政府间联委会议，以及我们认为外交部领导人之间的这种沟通方式，完全赞同。我感觉我们双方对所有的一些情况之后，我们亚洲司这个是非常紧密的。针对两国关系我们两国关系发展的挺好。我们两国关系发展在成功举行了中方议会定期今后我们也希望。因疫情原因，跨境人员往来以及等我们的同事都在旁听。今天边境口岸绿色通道交流活动持续取得一些我们